靈性嘅路的確引人入勝，靈魂出竅、前世今生、氣場能量、咒語魔法，一切嘅未知，一切嘅形而上，一切科學未能解釋嘅東西，令人容易着迷，但更容易讓人迷失。睇好多靈性嘅書，上好多靈性嘅堂，去好多靈性嘅地方，無論係衣着、生活習慣、談吐，都俾人覺得好有靈氣。一直追尋所謂更高、所謂合一嘅境界，甚至公開咁表示我已經開悟啦，已經 spiritual awaken。但喺所有光環嘅背後，無論同家人、親密關係、事業，都仍然係烏煙瘴氣。自己係高頻，別人唔夠靈性，生命仍然充滿各種各樣嘅批判，內心其實仍然有好多恐懼同埋抗拒。原來靈性上嘅光同進化唔一定能夠抵消心靈嘅陰暗同埋障礙，呢個係一個令人困惑嘅悖論。原來我哋係有可能遠遠超越，同時亦遠遠落後，既有開悟嘅智慧，同時喺關係中破碎。任何更高嘅狀態都唔能夠跳過人性嘅基本修行，而其實當人嘅基本修行慢慢穩固，靈性嘅進化係會慢慢自然發生嘅。所以我哋要打開嘅唔係第三眼，而係我哋嘅視眼。如果第三眼係泛指一切外在靈性嘅追求，咁視眼呢就係代表內在我哋忽略同埋閉塞嘅部分。由喺媽媽嘅肚裏面開始，我哋已經體驗緊呢一個世界，由胎兒所經驗到父母嘅狀態，直至我哋慢慢成長，喺每一個人生階段，一切嘅感知，包括情緒、思想、印記、信念，都會不斷儲存喺身體入面。正面嘅部分，例如安全感、被肯定、愛同埋關懷，當然會成為我哋進化嘅燃料。而負面嘅經歷，例如被遺棄、冇價值、不被愛等等，如果冇好好處理，呢啲不協調嘅能量就會不斷累積，然後透過身體同埋外在嘅世界嚟顯化，直至我哋願意停落嚟，往內去面對同療癒呢一啲嘅部分，以充滿負荷嘅狀態去追求第三眼，只會帶嚟短暫嘅喜悅或者釋放。除咗呢一種逃避嘅生活方式，我哋亦可以選擇鼓起勇氣，承擔責任，主動去打開視眼，去療癒同清理積存已久嘅東西。同好耐都冇屙屎一樣啊！剛開始嘅時候係會驚，唔知點入手同埋怕痛，但係選擇同走過呢條路嘅人會讓你知道，願意去面對陰暗嘅自己，去體驗不被看見嘅情緒，所獲得嘅轉化力量，以及往後內心持續嘅平靜，將會係生命最寶貴嘅禮物。